自從喺韓展淪落到冚塑料布嘅殲10，擊落咗法國工業明珠陣風之後呢，再冇人鳩吹 F-22犀利過殲20。以前好多人話呢 F-22呢係全世界第一款服役嘅隱形戰機，即使過咗20年啦，佢嘅顏值同埋實力方面呢，依然係遙遙領先於殲20嘅。佢哋嘅理由就係呢，話殲20有鴨翼呢就係唔好，美國佬嘅 F-22都唔用，你殲20用呢肯定就係技術唔得。其實美國佬嘅 F-22唔係唔想用鴨翼，你睇下佢嘅6代機 PPT 你就見到噶啦，美國佬嘅5代機冇整鴨翼，而6代機整就足以證明啦，鴨翼唔係落後嘅嘢。如果佢係落後啊，係冇可能喺新一代嘅戰機上邊整嘅。美國佬之所以5代機冇整鴨翼，係因為佢嘅飛控技術未夠班。如果你嘅技術唔夠啊，最直接嘅結果就係咧，飛機飛下飛下嘅時候咧，直接就中落地。所以啊，殲20採用鴨翼嘅布局，並非係嗰啲人講落後先至咁整嘅，就係因為我哋有一個好犀利嘅飛控系統，再加上有鴨翼嘅加持，令到殲20啊喺超音速嘅機動性方面咧，遠超美國佬雙發嘅 F-22。單發嘅 F-35咧更加唔使講。